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KC，我嘅職業係做一個野外活動統籌嘅。咁作為一個活動統籌，其實平時我嘅工作好多時候需要同到客戶溝通啦，同場地方、同教練、同我嘅助手，其實都有好多協調同埋溝通嘅工作嘅。咁今次參加呢個 FPD 演說力訓練課程，最主要嘅原因係我想提升我自己嘅聆聽同埋溝通能力。以及我能夠喺公開演講嘅時候，可以表現得更加之流暢同埋更有自信咁去表達自己。今次呢一個演說力課程嘅部分咧，令我最深刻嘅其實有兩個位置嘅。咁第一個位置咧就係一開始課堂嘅時候咧，Felix 用咗一個性格分析工具咧，去分析我哋自己嘅性格。咁我覺得呢個工具最好嘅地方係咧，因為可以俾你自己了解自己嘅性格咧，可以了解到自己你嘅學習模式啦，同埋你溝通嘅方法，你嘅思路究竟係點樣樣，以至到你係上去做公開演講嘅時候，可以更加之流暢咁去表達自己，同埋運用自己嘅長處去講出嚟嘅。而另外一個地方咧，就係喺課堂咧，其實用咗好多嘅體驗式學習，即係話我哋有大量嘅實際練習咧，去實踐自己嘅溝通訓練啦。咁呢一啲時候好過好多時候做一啲紙上談兵嘅工作啦。咁我哋學咗好多嘅技術咧，其實係我哋職場可以運用到，同埋我哋有好多練習真正嘅機會去講出嚟嘅。咁所以我其實好推薦上 FPD 今次嘅演說力訓練課程咧，其實係對我自己有非常大嘅作用啦。無論係喺我工作上啦，同埋與人溝通上咧，其實得到好大嘅提升嘅。